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咱的国家队昨日的强加官办的热身赛，因为落雨来取消。今仔日好天出日头咯，台湾英雄甲日本职棒软银应队的二军来对决。台湾队的阵容全部到齐，由废材搭配着李浩宇组成双箭头。单吉宪、张玉成甲林安可组成中心打线。总教练詹和区讲，串联度若是好，那安尼这套就会是正式比赛的先发阵容。废材 Stuart Fairchild 请国家队练习衫，由教练潘建明等球去练打击，准备 WBC 官方热身赛。因为日本强劲天气，总算好天呀。今天看到天气非常好，所以非常期待今天比赛可以顺利完成。台湾英雄先经线甲按做上尾的练习，总教练张和区公布国家队全部队员由美籍体系的废材李和虎组以2棒双箭头，中心打线就交予第3棒台湾队长陈吉宪，第4棒国防部长张玉成，第5棒爱诺克王子林安可，后段由吴念婷、郑总体张少雄和等等伫咧第9棒的陈尚辉。如果是串联度好的话，那这就是有可能是我们在正赛的一个阵容。这样，这次在今天这一场的比赛，然后去观察每位选手的一个状况，那怎么样去排序？那后续我们再去做一个商议这样。这场官办热身赛非常的重要，这将是我们经典赛正赛最后一次的实战调整。这一场官办热身赛真重要，球员拢期待状态拢调整好势。我觉得超好，真的，我觉得超好，就是。我觉得虽然打击没很高，可是我觉得选到很多保送。那时候回台湾跟他们会合的时候，有做一些调整，然后有接近模拟比赛这种状况。然后今天牛棚算是调整一下这样子。新台湾会伫咧后日头一战对决澳洲队，面对一阵选手可以来竞拼，希望出手的赢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